尋日我睇完電影731，一個冷冰冰嘅念頭喺我腦海裏邊揮之不去。歷史上邊幾多時間真係屬於太平盛世呢？我揾咗啲數據，結果嚇親自己。1800到2000年之間，中國歷史數據：鴉片戰爭、太平天國、甲午戰爭、八國聯軍、辛亥革命、軍閥混戰、抗日戰爭、國共內戰，再加上回亂、捻軍、東海沿海外侵、地方饑荒動盪。1800到1949年嘅150年入邊，超過90年處於戰亂或者嚴重不穩，60%以上嘅時間你根本冇得揀，只能夠捱。太平盛世只係佔咗40%以下咋，即係話我哋會喺人類近200年裏邊最長、最完整嘅和平時期啊！我哋成日以為人生本來就應該安穩，工作、買樓、旅行、追夢，但數據話俾我哋知，大部分人最重要嘅問題係今日仲有冇得食啊？聽日會唔會死㗎？和平唔係必然嘅，而係一個歷史上面極少數嘅例外。所以當你覺得生活好辛苦、人工太少、前途唔明朗嘅時候，不如停一停，望翻歷史，生於180年前，你可能一世人都未試過安穩一日。今日你仲可以呼吸、選擇、追夢，其實已經係 bonus。我想問你，如果和平只係佔歷史3到4成時間，你會點樣珍惜屬於你嘅呢段黃金窗口呢？